在台东举办的国际赛进入到了第2天赛程，但却发生机车乱入的意外，让有台湾称号的在自行车竞赛时发生碰撞。虽然他只受到轻伤，但因为自行车损坏而无法完成赛事。本来应该是交通管制完全封闭的赛道，怎么会突然闯出一部摩托车？这一撞害得素有台湾一哥的选手倒卧在路上，表情痛苦，旁边骑机车的妇人也全身无力，坐在分隔岛上。选手，我发现旁边有一个骑机车的民众进到赛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我来不及刹车，只能撞上去。意外发生在24日早上，这场国际赛在台东113公里的赛程。回忆说，因为先前稍稍落后，所以当时他正在全速追赶，相对速度实在太快，撞飞的瞬间，眼前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摩托车头灯，接着他短暂失去意识。选手刚好是下坡，我很专心的在踩踏，因为前面有领先的集团。我的状况是有机会追到他的34岁的，从2011下半年度连续拿了6座冠军，开始崭露头角。今年初首战纽西兰更拿下8小时59分的个人最佳成绩，只是谁也没料到赛道上会出现摩托车。台湾公司的总经理郑世奇，那可能工作人员在处理别的状况的时候，会忽略到民众在旁边，没有特别注意到就进来。不幸中的大幸是2人都只受到擦伤，原本还想继续比赛，无奈人没事，车摔坏了。他乐观地说，刚好可以当作休息，继续准备下一场比赛。